随天生的听众熬杂。现在是将到一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讲解呢，就是解说个正文第36页，这是解说个正文第36页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个第13节。对头算倒来，就是解说个第13节。就是解说个劝令侵蚀目向月球以佛无义，就是解说个迄个所在。即马应该爱对迄个古人开佛知见，对这个所在来说明。这呢，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对于法达来说明啊，佛来世间的一代事因缘呢，就是为着开示五业佛之知见。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就安尼讲啦，讲你应该呢爱相信讲佛的知见啊，就是在你的自心。除非你的自心以外呢，无另外佛。因为一切众生自己啊，惹白了自心中的智慧光明，也有这个贪爱真境的心，所以呢，受到外面的这个真境，就使内心啊起纷扰。就甘愿呢，受到外面的物质所苦使，因此呢，就劳烦了咱世尊，将三昧中背起来，也种种的苦口婆心，劝咱呢，爱来侵蚀。侵蚀的意思啊，就是将内心的贪爱烦恼给去掉，叫咱心毋通向外面来去追求。假如讲咱心若是无向外面追求啊，咱呢甲佛啊是无差别啊。这是在前面讲了，讲到这个所在，六祖慧能大师就做一个结论啦。个人开佛知见，所以呢，这名叫做开佛知见。为什么它叫做开佛知见呢？这呢，就是开佛知见。开佛知见呢，就是咱世尊啊，对咱众生讲，咱众生呢，本来就是有佛的知见，只是咱众生本来具足佛的知见呢。是去互这个烦恼所该惹白，互外面的环境呢，该扰乱，所以呢，就将佛的知见该埋不掉起来。即马你来当好将烦恼该熄灭，莫受着外境的纷扰，那你佛的知见自然的就开显。六祖慧能大师就是在讲这个道理。下面讲我会劝一切人以自心中常开佛之知见。我呢，就是六祖慧能大师的本身啦。讲我慧能啊，也是共款来劝一切人啊，劝一切人就是讲劝所有的人。也在自己的心中呢，会当好常常
来开佛的知见。啊，讲常常开佛的知见呐，就是讲使咱众生心中的佛性啊，常常会到来开显。知见应该就是见闻修常觉知，这个知呢是咱内心的代志，见呢就是目睭的代志。所以这个见是属眼根呐，知呢是属于意根。眼耳鼻舌身意，就是有见闻修常觉知这6种的作用。但是咱众生的见闻修常觉知，甲佛的见闻修常觉知不同。咱众生的见闻修常觉知呢，就是名叫做众生的知见。若是佛伊的见闻修常觉知呢，这就是名叫做佛的知见。那伊的分别点是在哪里呢？在《楞严经》内底有2句话，前面我已经有引出来说明，就是讲知见立，知即无明本，知见无，见事即涅槃。知见立，知即无明本，就是讲知见啊建立，因为这个知见的建立所了知的呢，就是一种的无明的根本。也可以讲咱目睭看物件，耳孔听音声，乃至咱心来去沿着迄个法定的境界，在迄个时阵，你有起一个分别伫遐，那这呢？就是这种无明的根本，也就是咱众生的知见。那是佛的知见呢，是知见无，见事即涅槃，就是讲无入迄个知见，那迄个见就是这种涅槃。目睭看物件无分别。耳孔听音声呢，无分别。乃至咱已经接触到法定的境界，也无在迄个所在界起分别，这呢就是属于涅槃。所以在自心中常常来开迄个佛的知见啊，也就是使咱众生本来具足的佛性来显现。那甲恁讲，咱若是佛性显现啊，咱无论是目睭看、耳孔听咱呢就未在这个所在起分别，未起分别迄个所在呢，就减少了真正这烦恼这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教咱爱劝一切人，在自心中呢，常常开佛的知见。这个佛的知见，甲咱众生的知见，安尼讲法或者呢，咱还搁再无用的体会。在这个所在呢，我就提出一个君子之见，甲小人之见，安尼来甲咱各位说明。我相信呢，咱真正容易了解。若是讲一个小人因为伊本身就是一个小人。所以心肝呢非常的刻意，伊家己自己对别人处处障碍，处处放袂下。所以呢，伊无论看到倒一个人都拢是是非。听到咱讲一句好的话呢，互伊听到也变成一种的是非话。所以呢，处处都是分别，处处呢都是妄念。安尼呢，我相信咱已经会当好了解了。那假如讲是一个君主，
那既然是君主，伊本身呢非常的光明正大，伊本身呢也可以讲就是非常的自卑，因为伊本身伊的心呢是非常光明正大，所以无论看到倒一个人呢，拢都是好人，无一个歹人。不管对方到底是好人歹人，但是呢，伊的眼光看啊，世间呢无一个歹人伫咧。所以在伊的这个心目中呢，只有是一律平等啊，拢都是好人。那别去分别讲，这个是好人，迄个是歹人，迄个是倒一搭歹，这是倒一搭歹。那这都是属于君主之见。所以咱世间上啊，有真正这代志啊，实在是讲起来呢，反正不容易去相信。譬如讲，一个君主，以这个君主作风老老实实来做代志，真正诚诚实实来去做人，伊一举一动实在是值得人家称扬、甲赞叹。毋过咧，若是一个小人，一个爱生是非的人啊，迄个君主所做的善事、所讲的好话，伊拢往那甲换对歹去，往那甲解说对迄个毋满的所在去，哇！到伊的目睭中所看的是是非，伊的嘴里所讲的也是是非，所以一个君主啊，在迄个小人的心目中、小人的喙中，原来是变成一个小人共款。有当时阵呢，你想都想袂到有即款的问题产生。而且呢，根本呢，伊本身实在是都真正坦坦白白、公公正正伫咧做人，实在是讲本心无愧。但是你若互咧小人来甲讲起来，甲搬弄出来是非啊！反正伊即个做君主的人啊，本身呢听起来啊，就感觉呢变成啊非常的莫名其妙。所以像即款的情形呢，这实在啊是常常对去发生的一个事实啊。所以这呢就是啊众生之知见啦。也一个君主来看到的人，虽然是讲这个小人啊，伊做了真正这毋对的代志，不过这个君主甲看起来根本伊都无毋对。为什么？伊本身是君主，伊本身的心呢是光明正大，无毋对。所以可能一个小人所做毋对的代志啊，君主的目睭看起来无毋对，君主的喙呢，甲伊讲出来，可能呢也无毋对。那这就是君主之见、小人之见之别，也就是在这个所在所讲的佛的知见啊、众生的知见的意思。所以咱六祖慧能大师呢，劝咱讲，咱所有的人啊，爱在这个自心中，常常爱来开佛之知见。就是讲，虽然众生本具佛性，会当来得到开显。下面讲世人心邪，愚昧造罪，口善心恶，贪尽嫉妒，舔令傲慢，心人害物，自开众生知见。若能正心，常生智慧，观照自心，止恶行善，是自开佛之知见。即嘛在这个所在呢，就是说明什么是众生的知见，什么是佛的知见。世人心邪，就是讲咱世间的人啊，心邪。这个邪就是不净的意思。当然，在这个所在所讲的这个邪，凡是无腐害佛法的，拢叫做讲邪。这个邪呢，并不是咱一般社会人所以叫做讲做邪恶迄个邪。咱世间的人啊，心呢，
拢是无符合着佛法的真理。当时呢，咱世间人啊，是愚昧作罪。这个愚就是愚痴啦，昧呢就是昧识。咱众生呢，愚痴昧识，所以结果啦，就去做罪。这个愚昧作罪，最重要就是杀盗淫妄这四种。这四种呢，这名叫做根本性罪。偏偏是根本性罪，偏偏咱每一个众生拢会去做着。咱就以杀生来说明。对于这个杀生啊，咱社会上的法律所定的呢，变成两定的标准。咱讲两定的标准呢，就是讲咱社会上的法律啦，对于杀生方面是禁止你袂使咧杀人。但是却无禁止你讲袂使你去杀众生啊！也那呢，岂毋是两种的标准吗？人嘛是命啦，众生嘛是命。咱人爱生命，众生嘛是爱生命。为什么人就袂使咧杀，众生就会使咧杀呢？为什么咱人都爱活了，众生都会使咧甲伊夺伊的命呢？这就是咱众生愚昧所在。咱用愚昧法呢？咱总以为讲人是人，众生是众生啊！众生伊出世就是要互咱杀，要互咱食呀！这就是咱众生的一种的愚痴昧识。因为这款的愚痴昧识呢，所以结果啊，就来去杀众生，也来去食众生肉，食鱼食肉。安尼岂毋是咱众生因为愚昧来去做罪呢？这是咱众生的做罪一种。咱这种的做罪啊，会使咧讲是咱人类真正原始以来啊，就一直有这款的强欺辱的习惯，一直到现在是虽然是讲物质文明相当进步。但是咱人强欺辱的这款的作风啊，改变无偌济。咱过去可能人甲人的中间呢，我那是强欺辱。你若是讲较弱，可能我那用家杀去食。现在是袂啦。现在是人甲人的中间，彼此的生命爱尊重。你若是讲去伤害到对方的生命，那国家法律来甲你制裁。这变成讲。受到一个国家的这个大团体对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安全保护，但是对这众生律都无啦。我相信无一个国家的法律，就讲这个众生袂使杀。所以咱世间的人类普遍拢是愚痴，拢是昧识，要来食鱼食肉来做罪。这个食鱼食肉来做罪啊！这个问题真正严重。安尼讲真严重呢，就是因为你食我，我食你，所以世间的纷争呢，根本啊就无法度好来完结。所以过去有一位禅师呢，就做了一首歌，就安尼讲千百年来万里经，万顷四海心难平。欲知世上多兵劫，但听多闻半夜声。千百年来万里经，就是讲几千年、几百年以来，拢做碗内底迄个菜价。所以伊个碗呢真深。敢像这个海共款，就是讲碗现心真深啦。这款的现心呢是无法度平。就是讲无法度消，所以咱呢，若是要来了解讲，这个世间的多兵劫是对倒来，你只要在是透早的时阵，来去听迄个猪道的所在，猪伫咧吼甲叽叽叫，迄个声音就可以了解。那过去的猪是吼甲叽叽叫，现在是袂吼啦。为什么袂吼呢？现在是甲送伊迄款的
电话的屠宰场电一个就死去了，连孝嘛袂孝。这问题呢，更加搁再较严重。所以为什么咱现主时有战争？甚至于过去是普通的爆弹，过来变成原子弹，即嘛变成一种这个核子弹。这个战争的武器愈发明愈厉害，对咱的人类杀伤力愈来愈强啦。这就是咱众生从无始劫以来，生生世世大家伫伫结冤造业，所以结果呢，就即款的情形产生。那这是让咱众生的迄个愚昧造作。咱即马搁再讲起即个偷盗，当然有真正侪人是公开共抢共偷摕，但是即个欺骗嘛是属于偷盗之类啊。为着要得到不法的利益，结果呢就欺骗的。结果你嘛是做这个偷盗罪啦。也对于这个音乐方面，咱这个世间呐，现主是可以讲就是对于这个色情非常的泛滥。那这呢，在音乐罪方面又是做起真严重。对于这个妄语方面，啥物人无讲过白贼话呢？这拢都是愚昧造作。而且咱众生呢是口善心恶，嘴呢是讲甲真好听，是啥物诸善家咯，啥物伫咧行善咯，自己过来劝人行善，但是心肝底可能是非常的险恶，却是无人知。大家嘴嘛讲啊真好听，但心肝底是毋是遮好呢？心肝底反射呢？甲嘴讲的完全相反，就变成了口善心恶。一边讲贪嗔嫉妒，这个贪嗔嫉妒就是讲贪欲嗔恚，搁再有这个嫉妒。这个贪所代表就是财色名是水。咱一个人若毋是贪钱财，就是贪男女色，要不就是贪名声、贪食、贪爱困。这种咱人所贪的财色名是水。那这个名叫做讲做地价的5条根。也贪若贪不到迄个时阵就起受去了。或者是讲这个物件根本的我所无爱，我所毋爱接受的物件。强强呢叫我接受这个代志，结果呢就生起真灰心。这个嫉妒名叫做讲做本来他用，就是讲别人伫咧好，咱心肝底呢就袂卡哩了。人伫咧好嘢，咱来讲嫉妒。人趁有钱，人有地位，人有学问，人有能力，拢是放袂下人，这名叫做讲做嫉妒。或者是贪陵傲慢，那么这个贪陵傲慢，这个贪就是甜蜜，陵就是种伪善呐。所以这个贪陵就是讲一种的这个自作，外表看起来，敢若像对人破破塌塌，但是呢，在这个内心嘛，却是另有目的。这完全是这种的。少年的行径，这种的少年的作风，也傲慢，就是讲以为我比人较高，结果呢就生起这种慢心，所以名叫做讲做贪陵傲慢。一边讲侵人害物，这个侵人害物就是讲来去侵人，来去害人，也就是讲来去侵害别人。这个物呢？就是包括了所有一切动物，就是讲，因为自己愚昧，也结果呢就要去侵害别人。咱世间众生本来就是安尼，
拢是要去骗人，拢是要去害人，要去夺人。那这呢，就是咱众生的知见哦。所以在这出就讲自开众生知见啦。讲由咱世间人哦，心邪愚昧作罪，口善心恶，贪嗔嫉妒，也天灵傲慢，侵人害物。这呢，就是开了众生的知见。换一句话讲，这就是咱众生的心啦。哦，咱众生的心呢，就是如此。哦，这名叫做讲做众生的知见。这呢，也就是由咱众生的心脉，哦，咱众生的烦恼的作祟，最显性天将。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，我再个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坛经》。